好，咁多位大家好啊，咁又嚟到7月份嘅月會啦，咁又係我洪水咧同大家見面啊，講呢個月會啊，今個月。好，跟住咧都係一般嘅流程嗰啲嘢啦，先講啲中心消息啦。都係一啲重要通知啦，咁2026年嘅1月起咧，逢星期六咧下晝1點到2點啦，都係為呢個午膳時間嘅。個接待處咧只係處理一般嘅查詢嘅啫。復康器材嘅借用服務申請活動報名同啲收費咧都會暫停嘅，喺星期六嘅中午下午1點到2點記住大家。好，咁都係啦。每一次都提噶啦，咁就係資源優化啦，配合呢個，中心通訊咧，2026年嘅4月起咧都會改版咧，半年先出版一次嘅啫，會攞嚟做咩嘅？個本通訊係發放中心嘅重要資訊啦，譬如啲會員大會問卷調查結果咁樣嗰啲，歡迎大家咧就嚟中心自取或者瀏覽中心網頁同 WhatsApp，今個年度嘅26-27年嘅生日會咧，都會以一個派對形式喺中心舉行嘅。記住大家留意每一季嘅活動宣傳啦，同埋平時每個月嘅宣傳啦。現時嗰個活動嘅宣傳咧，會一個新面貌去形式咧，去令到大家操作上咧更為清晰啦，方便。譬如電話睇唔到嘅，大家覺得細嘅，啲實體開鋪咧都會擺喺中心度嘅。歡迎咧各位會員咧就嚟呢個中心度睇下啲最新活動資訊啦。26年嘅4月起咧，活動個登記報名都有個新安排嘅，係啦，咁樣咯。26-27年嘅活動宣傳咧有個新版面啦。之前因為放喺 Airtable 嗰度咧，就有會員就覺得好難放大各樣嘢啦，真係唔 user friendly，真係唔友善啦用得，所以咧我哋26年嘅4月1號起咧都改用一個平台去做宣傳啦，就係希望改善之前嘅問題啦，叫 Linktree 啦，你會見到有兩個 QR code 嘅，當你 scan 咗之後咧就可以入去到睇噶啦，如果唔識用嘅，下邊都有個教大家點用嘅咁樣，係啦，嗰個 scan 完之後咧，入到去呢個版面正常你會見到呢個咩重要通告啲活動專欄有會員活動宣傳舊活動宣傳總簽名單咁樣嘅，仲有啲刊物資訊咁樣嘅，係啦，撳咗去啲活動海報入邊咧，就會見到類似我熒光幕上邊嗰個界面咁樣嘅，係啦，仲有咧，如果實體嘅話咧，嚟中心咧活動平時攞單張嗰個位咧，有一個咧有個係寫住宣傳海報同埋總簽名單，入邊都會印晒每一期每一季嘅活動噶啦，咁樣咯。係啦，月會嘅安排啦，月會咧就係會用線上形式去做直播啦，係啦，8月4號下一次下2個月咧就係有一次係8月4號啦，另外一次就9月1號，同樣時間都下晝2點半，線上播或者如果想睇實體就要嚟中心大堂啦，個電視度睇嘅咁樣咯。係啦，活動報名啦，呢個都係新安排嚟嘅，頭先提及到噶啦。我哋第一周每個月嘅第一個星期就係星期2咧就會有個環表啦，即係實體嘅環表啦，同埋 WhatsApp 都會 send 俾大家嘅。星期4啦就會開始晏晝2點鐘開始報名啦。3日嘅星期4、星期5、星期6咁樣報啦。去到星期6下晝5點就截止啦。所以咧有陣時大家因為而家多數中心嘅活動咧都係先登記後抽籤嘅。
所以咧就大家唔使咁急話第一日要嚟嘅，咁啊之後嗰2日咧都可以報名嘅，咁啊係啦，跟住第2個星期咧就會有活動抽籤啊同埋通知啦，咁啊第3個星期咧就會叫大家嚟交費，如果活動係要收費嘅話，係啦，咁啊第4週咧嘅星期3咧就會宣傳下一個月嘅活動海報咁樣嘅，咁啊其實每個月都係咁嘅流程噶啦，除非話第一個禮拜4佢係紅色假期嘅，咁我哋就會順延到下一個禮拜啦，咁樣係啦，咁啊順延第一個禮拜順延啦，咁其他嗰啲禮拜都係推落下一個禮拜嘅啫，係啦，咁樣咯。係啦，咁就7月份嘅報名咧就係7月9號啦，8月份嘅報名咧就係8月4號啦，同樣時間晏晝2點鐘開始，係啦，咁樣咯，咁就冇乜特別嘅啦，咁就係攞籌啦，記住咁樣嗰樣嘢咯。係啦，咁頭先都講咗噶啦，大部分都咁啲活動宣傳啊，幾時啊，啲先登記後抽籤點樣做啊，先到先得。而家就比較少啦，因為始終我哋會員人數越嚟越多，咁樣係啦，所以都比較抽籤會一個公平啲嘅咁樣。係啦，咁啊，如果你話嫌你部電話報名好細嘅話，咁中心咧攞單張嘅隔離咧都會有個平板電腦咧，咁就俾大家可以做報名咁樣嘅，係啦。好，跟住之後咁唔知有大家有冇留意啦？咁啊，中心飲水機嗰個位咧後邊咧就會有個特別通告板啦，咁會我嚟做咩咧？好大塊嘅，我嚟做咩咧？就係俾黐一啲特別通告啦，同埋一啲快閃活動啊，即係好突發性嘅活動咧，都會黐喺嗰個位啊。因為以前咧就周圍念嘅話咧，就一來唔美觀啦，二來就係大家集中唔到睇啲資訊，所以咧就而家就整咗個通告板咁樣，咁大家可以喺集中嗰度睇啦，就會舒服啲，都唔使成間中心行完都唔知睇到啲乜咁樣。咁啊，另外一樣嘢啦，就免費物資派發嗰度咧，記住一樣嘢啦，係要親身嚟領取嘅。咁啊，唔可以代領嘅，都係先到先得啦。咁因為有陣時即係人哋捐俾我哋啲物資咧，通常都好突然嘅，即係唔係話預早話俾我哋嘅，通常。係啦，有陣時係啦，大家都知可能有啲餅啊咁樣，咁我哋就要盡快派啦。人哋俾咗我哋嘅話，就唔可以拖啦。咁所以有陣時我哋都好突發咁樣去派啦，咁就好少會做一個宣傳，因為驚太多人咧落嚟攞到點不知原來派晒。因為有陣時嗰啲俾我哋食物都比較少啦，一定滿足唔晒咁多個老友記嘅，咁所以咧我哋通常咧就突發去派啦，咁我都唔會做 WhatsApp 宣傳咁樣嘅，係啦。咁如果大家真係咪多啲落嚟中心咯，望下咯，睇下冇咯吓，咁樣。咁啊，一啲溫馨提示啦，咁都係大家要小心保管自己嘅個人財物啦，係啦，因為有陣時中心咧都時常有老友記咧都留低晒啲嘢喺度嘅，真係唔記得攞嘅，咁所以再三提醒大家走之前去睇下望下自己有冇攞齊嘢啦。咁另外一個溫馨提示啦，咁記住一樣嘢，中心報紙咧。咁就係俾各位會員咧係共享去閱讀嘅，咁請大家咧即係閱讀完之後咧就放翻去原位啦，咁啊方便其他人咧去使用嘅，咁樣啦，咁記住大家要記住啦，係啦，擺翻去原位啊啲報紙。好，咁都係啲少少溫馨提示啦，咁記住大家入嚟中心咧，記住要拍卡啦，咁然之後咧就搓下手啊，量下體溫啊，咁樣啦，因為近期都啲病菌都幾勁嘅，都好多人病啦，發覺係啦，咁所以大家啲衛生咧要做足啲啊，近期都要吓。係啦，咁啊取手機啦，都係一樣，記住大家咧入到嚟中心咧，唔好望到個 counter 就衝埋落去個接待處嗰度啦。咁因為有陣時姑娘可能做緊
其他人嘅。咁如果你衝埋去個唔係衝埋去嘅接待處嗰度咧，就會造成一個混亂啦嚇。咁所以咧，一入嚟習慣咗派完卡之後啦，如果真係想要問嘢各樣嘢，攞個籌先，等一等，係啦，唔好咁心急咁樣咯。因為有陣時你衝埋去，未必真係幫到你噶，因為阿姑娘可能上一個幫緊噶嘛，你衝埋去可能仲令到嗰件事慢啲，即係佢處理得慢啲，因為佢要答你啊嘛。首先佢又叫你攞籌喎，咁都慢咗2拍啦，係咪？咁所以有陣時我覺得大家就唔好衝埋去先，攞咗個籌等一等，咁你合作啲咧，佢都可以做得快啲啊。你唔合作咧，佢就做得慢啲咯。咁點解？因為你一路問佢嘢，一路佢想做翻上一個處理緊嘅事務嘅時候，你一路阻住佢咁樣嘅話咧，咁就佢好難做噶啦嚇。係啦，咁有陣時大家都會問嘅，我嚟呢度攞咩籌啊？咁就可以睇一睇啦。咁B 籌同 C 籌嘅啫，而家我哋都係得 B 籌咧，就係一啲活動報咩續會咁樣嘅。咁服務查詢入會嗰啲咧，咁記住啦，係用 C 籌嘅，係啦。咁當然有陣時你攞錯都冇問題嘅，係啦，總之你有攞個籌就得噶啦。係啦，咁近飯堂閱讀電腦角隔離咧都有個平板電腦嘅，可以俾大家咧用嚟睇啲新聞網咁樣嘅，去了解下香港發生啲咩事。咁另外一個服務質素標準介紹啦，咁因為我哋係受到社署嘅監管噶嘛，咁所以咧佢就會有一套服務表現嘅監督制度嘅，咁其中一項咧就係呢個服務質素標準啦，咁係啦，咁就我哋呢度咧就有16項咧就服務標準嘅，咁呢度咧即係寫咗其中2項俾大家睇嘅。咁如果你話有啲意見話想或者了解更多嘅服務標準咧，可以同我哋中心職員去聯絡嘅。係啦，咁有陣時我哋都會問中心個 WiFi 係咩咧？係啦，咁咧而家中心咧嗰個無線網絡即係 WiFi 咧係轉咗呢個名SAGE， 跟住環線底環線啦，跟住 GUEST， 咁撳落去咧會去到一個網頁嘅，咁個網頁咧就係問你同唔同意免費上網嗰啲，拉到落最底，記住撳落去咧之後先會上到網嘅。如果你就咁連個 WiFi 咧，你彈唔到呢個網頁出嚟咧，係做唔到嘅，上唔到網嘅都係。所以你撳完之後連咗個 WiFi 之後咧，然之後去到步驟2，你會見到啦，有個好似網頁咁樣嘅去連結咗佢嘅，然之後咧你拉到落最底咧就會有個同意同免費上網，撳一撳佢就上到噶啦。係啦，咁WhatsApp 就有陣時大家都會問舊嗰 WhatsApp 有冇用啊？咁都仲有用嘅，譬如有陣時啲中籤通知要通知你，咁會利用嗰個啊。咁同埋咧個活動宣傳就唔會喺原本嗰個我哋中籤通知你嗰個電話度出噶啦，就會變咗去 WhatsApp 個社群度咯。咁個社群大家如果未入咧，就快啲入啦。係啦，喺畫面上 scan 個 QR code 啦，咁就入翻個社群啦，咁先可以收到中心嘅最新嘅活動資訊同埋其他有咩優惠各樣嘢吓。咁除咗個社群可以用咧，咁我哋都有個 WhatsApp 嘅頻道嘅，咁都係可以緊貼翻我哋中心嘅最新嘅活動資訊吓，咁樣嘅。因為如果你話有陣時都會問我哋嘅，都會話洪 Sir 想睇翻啲舊嘢喎，咁你去翻個WhatsApp 頻道，你要追蹤翻咧，其實可以睇翻少少舊嘅嘢嘅吓。咁社群嗰度咧就比較冇舊嘅嘢去睇嘅，係啦。咁都係點樣入咧？咁畫面上都教咗大家噶啦，係啦，入頻道，咁記住係撳翻最新消息啦，然之後追蹤翻，咁樣就可以入到噶啦。咁就去到呢個
颱風暴雨警告信號嘅活動安排啦。咁啊，而家都6月尾啦，咁啊，跟住7、8月呢啲打風嘅日子啊，啲天雨都開始極端噶啦嚇。咁啊，記住大家黃色啊同1號風球咧，我哋都係照常上堂啊，各樣嘢嘅。係啦，咁去到紅色、黑色3號、8號嘅話咧，基本上所有室內外嘅活動咧，我哋都會取消嘅，咁樣啦。咁就所以大家有陣時參加咗啲活動咧，就唔使返噶啦，咁樣。咁如果當日佢真係好不幸係紅雨、黑雨、3號風球、8號風球咧，咁我哋職員都會通知大家，叫你哋唔使嚟上堂啊。咁啊，大家就唔好落嚟中心添啦，因為都冇乜嘢好玩噶。但係我哋都會開放嘅，係啦。除咗8號，我哋係唔開，係即刻閂門之外咧，其他我哋都會開門嘅。咁啊，如果你話黑雨啊，黑雨咧，如果朝頭早係啦6點3前發出咧，我哋中心就會暫停開放。咁但係如果開下佢冇得黑雨喎，咁我哋中心都唔會即刻關門嘅，係用嚟做一個庇護站啦，俾大家避下雨啊咁樣嘅嚇。係啦，咁都係嗰句，咁大家咧成日都會有陣時去到啲天氣啊好差嘅話咧，都會打落嚟問中心嘅。咁呢個其實係好事嚟嘅，因為我哋參加我哋嘅活動咧，我哋都想大家咧係一個安全嘅原則咧去睇下返唔返學嘅，係啦，因為有陣時你都知個個老友記嘅身體狀況都唔同噶嘛，咁所以咧大家記住一樣嘢啦，留意翻個天氣，加上以自己嘅自身安全為主啊，係啦，你覺得都係唔得喎，好大雨我就唔好攞嚟中心啦，咁樣咯，係。咁同埋咧，我哋要提翻大家，有陣時我哋唔係話一早就掛噶嘛，啲3號風球啊、紅雨嗰啲，咁就係活動前2小時咧，如果個天文台仲懸掛緊3號或以上嘅風球啦、紅雨或黑雨信號嘅時候咧，咁活動咧係將會取消嘅。係啦，咁或者個活動會補翻課俾啦，同埋改期啦，或者退翻錢俾你都未定嘅。咁呢幾項選擇啦。咁有陣時嘅係有啲人都會問噶啦，阿洪 Sir 我嚟咗上噶啦，但係佢上下紅雨喎，咁會唔會要我哋即刻走？咁梗係唔會啦，我哋都會繼續上埋佢嘅，係啦，唔會話中途佢掛紅雨啦就即刻趕你哋走嘅，就唔會咁樣嘅，係啦。咁都係啦，咁去到8號風球啦，有陣時咧8號風球咧，我見有啲會員咧一除落波啊，就即刻衝嚟中心啊！但係記住一樣嘢啦，中心係未有人咧咁快翻到工嘅。正常佢除咗2個鐘之後咧，除咗波之後咧，我哋2個鐘後咧先會開放，因為要等翻我哋啲同事啊、職員啊翻晒嚟咧救人咧，我哋先會開放翻咁樣嘅，係啦。咁記住大家除咗波之後咧，就唔好即刻衝落嚟中心啊！係啦，咁啊，中心 Facebook 啦，咁啊，大家如果有 Facebook 賬戶啊，各樣嘢咧，咁啊，記住追蹤翻啦，耆康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啊，係啦，咁啊，上面都有嘢睇嘅，我哋都係啦，咁啊，去到社區資源啦。未住，等下先。好，耆康麵啦，咁啊，大家耆康麵都好耐啦，我哋賣咗，咁啊，都係一樣啦，25蚊盒啦，咁啊，係啊，多多支持少少無區啊，大家，希望大家支持下買耆康麵啦，咁啊，送禮自用2相宜啊，呢個好，咁啊，到啲社區資源分享啦。咁啊，有一個咧社區長者防跌及復康計劃啦。咁因為咧跌咧就係長者健康嘅頭號殺手之一。咁啊，因為近年咧長者地區中心啦、鄰舍中心都涉及會員跌倒事故都會有上升噶。咁啊，有見及此啦，咁我哋耆康會有4間長者地區中心嘅治療師啦，組成呢個跨專業嘅團隊咧，帶領
聯同呢個各中心嘅防跌代表咧，咁啊旨在加強嘅社區長者防跌措施，咁提升各中心會員嘅照顧者啊，同埋防跌意識咧，同埋建構一個友善、安全、零跌倒嘅中心啊，同埋家居環境及建立健康嘅生活模式啦。咁啊，每一間中心咧都會推出不同嘅主題嘅防跌教育活動啦。咁啊，如果想知多啲有關預防跌倒健康嘅資訊，咁啊記住留意我哋嘅會訊啊、WhatsApp 群組啊、Facebook 專頁咁樣嘅，咁啊 WhatsApp 社群咁樣啦嗰啲嚇。咁啊過去幾個禮拜咧，我哋都會有咧發放過依啲圖片俾大家嘅，都係提大家點樣可以防跌啊，留意翻自己平時生活嘅習慣啊，各樣嘢啦嚇。咁啊啲口號都幾好似念口簧咁樣，都幾順暢幾押韻嘅，咁大家可以睇下啦嚇。咁啊，跟住之後啦，東區醫院咧來電顯示，因為近期都好似有好多冒充醫院嘅電話打俾大家，咁啊，所以26年嘅6月29號起咧，東區尤德夫人打素醫院嘅來電號碼會顯示為1828啦、501啦。咁啊，大家如果見到自稱醫院打嚟嘅，咁要睇翻個來電顯示個號碼係咪依個啊？尤其是係尤德夫人打素醫院嗰邊啊，咁樣咯，係啦。咁啊，重點活動推介，咁就感受人生個人物作品展啦。咁如果大家咧有啲藝術嘢啊，即係咩叫藝術嘢啊？啲書法畫作嘅手工藝咧，咁其實我哋都有個途徑去展示俾即係俾各位嘅老友記睇下嘅畫相，咁就掃描嗰個 QR code 做登記啦。咁啊報名睇下，跟住之後咧會有人去聯絡翻你睇下你幾時會做呢個作品展啊 ，show 下啲 call 俾人睇啊，咁樣嚇。好，咁啊，跟住落嚟啦，咁啊，少少活動推介啦，都係咁啊，通後有晴天講咗呢個減壓芳療啊，咁就係我嚟做咩嘅咧？就係呢個了解啲精油嗰啲特性啊，同埋調配專屬自己啊嗰個減悶嘅油啦，同埋止痛油啊，咁啊，好似好吸引咁喎。咁有興趣咧就記住7月9號登記啦，咁啊8月24號舉行嘅。好，跟住之後就剪頭髮啦，咁就係啦，咁啊我都聽到大家都成日問嘅，即係幾時有剪頭髮醫咁樣咯。咁我哋夏季篇啊，咁就8月6號啦，咁有4場嘅，半個鐘一場。咁啊，記住啦，對象係中心會員啊，同埋長者支援服務部嘅登記者啊，係啦，咁啊要留意啊啲對象啦，有陣時大家明明都唔係嗰個對象係你嘅，即係你明明都唔係長者支援服務部嘅登記者嘅，你就報咗嘅話咧，咁就通常都冇用噶我哋都會睇下你係唔係嘅。好，跟住痛下愛情啲嘅運動小組 B 啦，咁就係啦，咁啊之前 A 組就完咗啦，而家到 B 啦，咁就8月4號到9月3號逢2、4啦，就上晝去上嘅，咁樣，咁對象就中心會員啦、中心護老者、長者支援服務部嘅登記者啦，咁樣，係啦，咁啊都係一啲舒緩運動小組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下啦。好，跟住之後咧就呢個叫做有情有愛歡樂日啦，咁就請到黃允財先生咧，咁啊做嚟中心度做表演嘅，咁我諗應該大家都熟悉過我啦，咁啊，咁就8月1號，咁啊下晝2點到4點，咁啊喺中心度教嘅，咁啊大家有興趣就去登記啦，記住7月9號。好，跟住之後咧，呢個花式劍球嘅體驗班，呢個新嘢嚟個花式劍球，花式劍球唔係新嘢，但係喺呢度咧，因為未搞過，都叫新嘢啦咁就體驗班嚟嘅，咁得一堂嘅啫，8月17號上晝10點到11點，咁係啦，咁有興趣咧就登記啦，都係。
好，跟住之後下個啦，就下午茶卡拉 OK 啊，8月份啦，咁都係大開心做義工帶領個活動嚟嘅，咁有啲咩咧？歌曲點唱啊，大家唱下歌啊，放鬆下咁樣嘅啫。咁8月20號下晝2點到4點啊。好啊，另外一個啦，跟住就叫自得其樂身心靈嘅健康講座。咁係咩嚟嘅呢？就係透過一啲大家有共鳴嘅生活情景啊，同埋啲劇集情節呢，去幫助大家舒緩個情緒啦，了解自己個身心靈啊，咁樣各樣嘢啦。咁就個導師就係呢個表達藝術嘅治療師去做嘅，去講嘅。咁大家有興趣嘅話呢，就去做登記啦。咁都係7月9號嘅。好，跟住一個多肉植物啊，啲香薰蠟燭啊，整蠟燭喎。咁就8月27號9點半到10點半。咁好似好吸引喎，整蠟燭咁大家都係登記啦，記住。跟住都係一啲恆常班組啊，運動班啦，咁擊退水桶腰咁然之後呢啲強身健肌運動班啊，跟住打爆三高咁樣跟住到Zumba 森巴舞啦，咁呢個表演班啦，咁記住大家如果之前上過初班，又想玩下呢個表演班嘅話呢，咁就可以參加下嘅如果你有上過嘅話。好，跟住到養生操啦，咁就喺體育館度舉行嘅，咁都係一啲養生，教啲咩拍打、伸展廣場舞嗰類嘢啦。好，咁楊家泰成嘅16式啦，咁就佢就包含咗可能會教大家呢啲太極拳太極拳各樣嘢，唔係淨係教16式嘅啫，佢會有其他嘢都會教嘅。咁有興趣都係去做登記啦。咁然之後就社交舞啦，咁會教拉丁舞同埋標準舞嘅基本步伐咁樣嘅。好，跟住都係啲恆常班組穩步常運動班，即係教啲防跌運動嘅咁樣好，跟住就中國舞啦，綜合中國舞啦，咁都係教啲基本嘢嘅啫，唔會太難嘅。好，跟住另外一個就舒緩痛症伸展班啦，咁就係基本上全身伸展幫大家去改善啲痛楚同埋增加自己個柔軟度咁樣，咁都係體育館度上嘅咁呢個就 Zumba 嘅森巴舞嘅初班啦，咁就少少帶氧運動嘅類型啦，咁其實都 OK 嘅，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參加下，即係阿 Sir 都幾有趣嘅，都係後生仔好，跟住一啲資訊科技方面啦，咁會教呢就8月會教咩呢？即 Google 搜尋Google AI 點樣用咁樣嘅。咁而家都日新月異大家要都學習下 AI 點樣運用或者點樣可以揾得聰明啲可以快速了解到啲資訊就唔使好似以前咁樣逐個睇咁樣咁嘥時間啦咁另外一個咧就喺千問 AI 嘅視頻製作而家啲 AI 都勁噶啦，啲視頻咧好快製作咗一條出嚟，你有陣時都分唔到佢真定假咁當然啦，如果你睇慣咗 AI 你都分得到嘅，但係有陣時你一開頭咧基本上分唔到，因為你覺得好似條片好真巧有啲位咁大家學下啦，尤其是資訊科技呢類嘢好，跟住呢個關心社會論壇消防新措施咁8月5號咧就講呢個消防新措施咁如果有興趣參加都可以參加。咁另外一個 e-sport 體驗啦，玩聽佬嗰部啲少少手眼協調嘅遊戲啦，有3場嘅，有興趣咧就玩下啦，半個鐘一場嘅啫。好，跟住一個數碼大使當值站啦，咁呢個咩嚟嘅咧？其實就係有一班數碼義工咧，
就會幫大家去解決一啲數碼產品嘅問題嘅，即係有陣時嗰度點樣撳、點樣裝啊，啲 Apps 啊嗰樣嘢唔識嘅話咧，其實大家可以登記呢個當值站嘅，咁當場咧問啲義工究竟點解我做唔到咧？咁有3場嘅，咁每場有半個鐘啦，每場有2個義工咧。去幫大家解答，所以得2個位嘅啫。咁另外一個關心社會論壇，咁8月19號啦，人工智能 AI 嘅生活應用啊，討論呢個題目係，咁有興趣都係晏晝1點到2點，係啦。好，跟住之後咧就呢個護老者嗰邊嘅活動啦。咁就係腳甲護理講座同埋實習工作坊，咁教啲護老者點樣對長者嗰啲腳甲個護理有一個叫做常識知識俾大家啦，咁同埋點樣修甲教大家咁樣咯嚇，咁呢個好似好有趣咁嚇。咁另外一個就液晶棒嘅體驗啦。咁都係對象中心嘅護老者嘅啫，大家如果知液晶棒係咩，一條好硬嘅、好長嘅棍啦，咁攞嚟做伸展，其實都幾好嘅，唔錯。但係當然啦，如果你啲筋本身都太硬嘅話咧，就好難用嘅嗰條嘢，係啦。好，跟住之後一個防虐老嘅法律專題講座咁就由執業律師啦，去講解虐老相關嘅法律知識提升大家長者老人家各樣嘢點樣可以提升愛自己嗰個意識咁樣。好，跟住下一個啦，呢個就踢走膝頭痛有辦法預防呢個膝關節痛啦，咁都係物理治療師去講解呢個膝關節炎點樣去檢查同護理咁另外一個就係護老者嗰個痛下我情啲系列上肢勞損痛症護理都係物理治療師去講嘅，咁有實體啦，有網上 Zoom 啦，去同大家做嘅，咁有興趣都係7月9號登記啦，咁樣。好，跟住呢個頌缽工作坊鬆一鬆缽水晶頌缽正心科咁都係頌缽老師去帶大家做一啲冥想各樣嘢等大家可以做一啲靜觀練習咁樣嘅去放鬆大家嗰個壓力身體個繃緊程度同埋改善自己睡眠嘅，咁都係護老者嘅中心對象係。咁呢個藥理探討認知障礙症咁由資深護師啦去主講認知障礙症一啲基本嘅知識相關嘅藥物治療等，同埋醫護人點樣同醫護人員有啲溝通嘅小貼士咁樣各樣嘢。咁有興趣咧嘅護老者咁都係記住去登記啦，7月9號。好，跟住又法律講座啦，去到又係呢個逆按揭持久授權書聯名物業咁又會由香港法律系嘅學生外展法律講座推廣計劃合作嘅，咁邀請港大嘅法律系嘅學生到中心去進行呢個外展講座，增加咧啲護老者對法律嘅按揭嗰個知識持久授權書點樣寫個聯名物業係點樣又點樣去寫點樣入或者點樣寫嘅知識去增加大家呢一方面嘅知識啦咁另外一個就參觀啦，咁就係參觀呢個精神健康體驗館咁就時間都幾長8月31號12點到6點鐘嘅咁參觀提升護老者對呢個香港精神科嘅服務嘅藥物發展同認識咁樣嘅。係啦，跟住呢個都係一啲社區資源介紹啦，長期照顧計劃啦，咁就係護老者去用嚟做咩咧？認識患有認知障礙症嘅長者嘅社區服務長期護理服務計劃嗰類嘢嘅，可以多啲了解吓。好，跟住一邊長者支援服務啦，咁跟住呢個係叫做獨居樂基田安全講座，
咁就由呢個機電署嘅安全大使啦，同埋介紹大家日常嘅即係機電署嘅日常職務啊，講解點樣用升降機啊、自動梯嘅注意事項啊，咁樣嚇。咁啊，對象咧係長者支援服務部嘅登記者啊，大家請留意啊。好，跟住之後呢個，哇，呢個咩嚟嘅？獨居樂引體令游13式，我都唔知咩嚟啊，紅上體驗工作坊。咁啊，透過呢個拉伸呢個筋骨啊、調節呼吸啊等溫和嘅伸展動作，放鬆關節肌肉，係啦。咁啊，呢個名我都未聽過，我都唔知。總之簡單嚟講，可能係做啲伸展運動啊。咁都係一樣啦，都係長者支援服務部嘅登記者啊，先可以參加。好，跟住獨居長者迎新會啦。咁啊，係啦，啱啱加入長者支援服務部嘅長者咧，咁就如果啱啱入啊，咁記住咧，只要裝呢個迎新會啊，介紹翻部門中心呢個部門嘅服務啊，同埋社區資源俾大家嘅會嚇，咁所以咧有興趣就快啲參加啦。好，跟住認知障礙症服務嗰邊啦，咁啊8、9月嘅自建樂繽紛啦，咁就係玩一啲認知刺激工具啊、網上斷片啊，咁樣去訓練護老者，即係認知障礙者，唔係護老者，認知障礙症嘅會員咧，去鍛鍊佢哋嘅努力咁樣嘅，咁所以咧就記住，到對象一定係患有輕度至中度認知障礙症會員咧，先會參加，先可以參加嘅啫嚇。好，跟住另外一個健腦桌遊俱樂部，咁都係啦，會玩一啲桌上遊戲啊，去訓練即係認知障礙症嘅會員嘅腦筋啊，各樣嘢嚇。好，咁啊，最後啦，咁啊，大家有冇啲咩問題呢？咁啊，好，咁我見咧大家都冇乜太大嘅問題，咁我哋咧就下次咧8月再見啦。咁今次嘅月會就完啦，拜拜。